打個交叉。打個交叉其實目的咧咁樣嘅，所以我哋會得出 A 加 I 就乘 B 加3。同樣地呢度咧就會係1乘 7A 加2個 I 嘅。好，咁就慢慢乘翻咯。第一個括號嘅第一個數乘後邊個括號，加第一個括號第二個數乘後邊個括號。咁右手邊1乘乜嘢都等於原本 7A 加 2B， 咁即係 AB 加3個 A 加5 I square 加15個 I 就等於 7A 加2個 B。好，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嘗試下將啲有 A 嘅谷埋一齊，即係1、2、3有 A 嘅，即係 AB 加 3A 咧就減7個 A， 跟住冇 A 嘅就 B 減15 I 再減5 I square。好，咁我哋寫落嚟啦，就係 AB 減4個 A 就會等於好 B 減15個 B 咧。2B 我漏咗，2B 減15個 B 咧係負13個 B 減 B square， 抽個 A 出嚟先，咁跟住咧就再將個 B 減4調去嗰邊，咁發現冇呢個答案喎。咁如果冇呢個答案咧，我哋就嘗試下咧，就分子分母都會乘個負1。咁其實乘個負1咧，只係需要咧，呢度係負同負都變咗做正嘅，咁就係13B 加 5B square。咁而分母咧乘咗個負咧，就會係前後倒轉，所以 B 減4就變咗做4減 B 啦。所以答案就係 C。第二條咧，我哋就要通分母，咁嘗試下通分母啦。我就會係5減 4x 就係分之2就乘5加 4x 分之加 4x， 跟住咧就減1 over 5加 4x， 咁於是我哋就要乘5減 4x 分之5減4x 啦。咁兩個分母都係一樣，咁所以咧就係5嘅 square 減 4x 嘅2次，咁跟住上邊數字咧就會係10加8個 x， 跟住咧就減 4x， 咁所以我哋再簡化佢就會係10加 8x 減加 4x over 加減15x square。最後一步啦，10減5就即係5啦，跟住就加12個 x over 加5減16x square，所以答案咧就係 C 啦。